大家好，歡迎返嚟。處理按揭貸款嘅時候，有兩個詞語你一定會成日聽到：還款期 （amortization） 同埋供款合約期 （term）。好多業主都將佢哋撈亂咁用，但佢哋其實係完全唔同嘅概念。搞亂佢，分分鐘會令你付出幾千甚至幾萬嘅隱藏罰款，又或者鎖死你嘅一個唔啱你生活嘅供款安排入邊。今日我哋就冇清晰解釋還款期同合約期之間嘅區別，話你知點解兩樣嘢都要精明地去選擇。我哋仲會講下按揭經紀點樣幫你避開昂貴嘅錯誤。即刻開始，我哋首先講下還款期 （amortization period）。你可以將佢哋成係你份按揭貸款嘅完整壽命。喺加拿大，常見嘅還款期通常係25年或者30年。如果首期唔夠20%，最高就係25年。還款期直接決定咗你每月供款嘅金額。還款期越長，你每月供款就越低，日日嘅現金流會鬆動咗，但係同時你哋成個貸款期內要付嘅總利息就會更多。例如30年還款期，雖然每月負擔輕，但係總利息支出會顯著增加。還款期越短，例如15年或者20年，每月供款就越高，但你就可以更快清數，亦都可以睇返好多利息支出。所以還款期就係你清還整個債務嘅長遠計劃，需要仔細衡量個人財務狀況。好，而家講下供款合約期 term， 呢個就係你同貸款機構之間目前合約有效嘅特定時間長度。喺呢段時間入邊，你嘅利率、供款頻率同所有細節條款都會被鎖定，提供穩定性。常見嘅合約期一般有6個月、1年、3年、5年或者10年，選擇多樣。當你喺3年或5年合約期屆滿時，你份現有合約就終結咗，你需要續約同銀行傾新嘅利率同條款。無論係繼續用返同一間銀行定係轉去第二間，呢個都係一個重新評估嘅機會。合約期就係你對銀行嘅承諾。如果你喺合約期未完之前就違約，例如賣樓或全數清還按揭，又或者想轉按 refinance 去第二間銀行，你9成9要支付一筆可觀嘅提前還款罰款 prepayment penalty。對於固定利率按揭嚟講，呢個通常就係令人聞風喪膽嘅利息差額罰款 IRD penalty， 隨時可以過萬蚊。所以如果話還款期係漫長嘅旅程嘅合約期，就係你喺特定時期內對銀行所作嘅具體承諾。明白呢兩者非常關鍵，因為你喺還款期影響到你每月嘅開支預算同總利息，而你嘅合約期就影響到你嘅彈性同潛在罰款，兩者都對你嘅財務健康至關重要。選擇還款期要基於你目前嘅財政狀況同長遠理財目標，例如你嘅收入穩定性同未來預期。選擇合約期要基於你預計嘅人生規劃，例如你未來幾年嘅居住意向。如果你計劃喺未來3年內賣樓或者搬屋，一個較短嘅合約期可能更適合你，以減低潛在罰款。如果你會長住10年，佢一個較長嘅合約期可以為你鎖定利率，提供穩定性，避免市場波動。一個專業嘅按揭經紀唔單止會幫你揾最低嘅利率，我哋仲會幫你睇一個舒服嘅供款額、還款期同一個有彈性嘅承諾合約期之間揾到最完美嘅平衡點。我哋可以幫你比較多間銀行，揾到罰款條款更合理，有更好提前還款選項嘅按揭產品。唔好俾呢兩個關鍵嘅按揭術語再混淆你同令你破財啦。正確選擇你嘅還款期同合約期，絕對可以幫你攞返一大筆錢。如果你正準備買樓、續約或轉按，請確保你完全明白呢兩個概念對你嘅按揭有幾大影響。想知道最新嘅利率，並獲得專屬你個人需求嘅專家建議，
請即刻去 liverate.ca， 即係 liverate.ca， 或者點擊下方連結預約免費諮詢，為你哋下一個按揭獲取最好嘅建議。多謝收睇。